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結業40年老字號，春夏秋冬火鍋月底光榮結業，首創一年四季打邊爐，一代港人宵夜回憶終章。有港式火鍋始祖之稱的老字號火鍋店春夏秋冬火鍋，日前正式宣布將於5月31日結束營業，為其接近40年的歷史寫下句號。該店於1990年創立，首創一年365日打邊爐概念，成為無數港人深夜食宵夜的共同回憶。店方在社交平台發文感性告別，每一份湯底的溫暖，都是我們最珍貴的回憶。無奈時光流轉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消息一出，網民紛紛留言表示不捨，更有老顧客打算臨尾一鍋道別。40年歷史見證本地飲食變遷。春夏秋冬火鍋於90年代於太子起家，曾在北角、銅鑼灣開設分店，高峰時期一度擁有3間分店。該店突破傳統，主打全年無休打邊爐，並營業至清晨5時，深受夜歸族、宵夜客歡迎。餐廳特色包括手切雪花牛肉、澳門豬骨煲、沙爹湯底及即叫即切新鮮海鮮如花竹蝦、象拔蚌，加上自家手打丸，口碑載道。不少老顧客稱，吃的不是火鍋，是回憶。疫情與租金壓力下結業成風。雖然春夏秋冬歷經多年挑戰，但在疫情衝擊、港人消費模式轉變及北上消費潮影響下，生意大受打擊。北角及銅鑼灣分店先後結業，現僅餘太子總店亦無奈宣告結束。據傳結業原因包括業主加租與營運壓力。店方誠邀老顧客告別最後一鍋。在告別帖文中，店方表示萬分不捨，但終須一別，誠摯邀請舊雨新知，在最後日子來店內再品老湯，共聚告別。對不少香港人而言，春夏秋冬不僅是一間火鍋店，更是一代人成長的味道記憶，亦標誌着一段本地宵夜文化的落寞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